咁你以為挺直腰就係護腰，其實刻意挺直嘅坐姿可能會好傷你嘅腰椎。好多朋友坐得耐就腰痛，第一時間就問係咪坐得唔夠直，咁於是就話力挺胸、挺腰，甚至屁股向後、肚向前突。咁又或者係索性攤咗張椅度咧，成個人弓住腰，覺得咁先夠放鬆啦。呢兩種坐姿睇落好平常，但係其實正係令你腰痛加重嘅隱形殺手。點解？係因為過度挺腰會令到你腰椎弧度增加，D 髂關節長期緊繃，好易引發關節紊亂同埋腰肌勞損。因為你成組腰背肌肉要不停發力撐住，根本冇得休息。而塌腰坐呢，你成個人重量會集中壓咗椎間盤嘅後方，就好似彈簧俾人踩住一邊咁，纖維還會變形甚至撕裂。嚴重起上嚟會令水核突出，壓到神經，導致腿麻、屁股痛。簡單講，過度挺腰傷關節同肌肉，塌腰就直接壓爆椎間盤。正確嘅坐姿係自然放鬆嘅中立位，唔係靠肌肉硬撐咁僵直，更唔係完全放鬆嘅塌陷。點樣先叫做正確嘅坐姿？第一，揀張有靠背嘅椅，最好有人體工學腰靠，可以貼住你腰椎嘅自然弧度。冇嘅話就自己加個腰墊。第二，調翻張椅嘅高度，前臂可以輕鬆搭咗台面，減少肩頸壓力。第三，將成張椅向前移，肚同台面保持一拳距離，將重心自然靠翻喺椅背上面。電腦熒幕推前啲，微收下巴啦。眼睛平視或者用支架托高部電腦，咁先可以真正減少腰椎壓力。記住，坐得舒服唔等於坐得啱，坐得挺直都未必等於護腰。揀啱張椅，調啱個位，坐出自然弧度，先係真正保護腰椎嘅長久之計。